中學最後一年，我破晒紀錄，攞咗精英賽冠軍，代表香港圓滿咗我嘅羽毛球夢。嚟到 Final Year， 好想再次熱血一波，我要挑戰極限，成為香港第一。今次唔單止係靠自己啦，仲請嚟專業嘅教練聯手打造最強戰力。究竟用半年嘅時間，由雙打轉型做單打球員，係天方夜譚，定係我嘅逆襲傳奇呢？心跳加速，汗水飛揚，每一擊都係向夢想進發。初級組冠軍，等我嚟征服啦！OK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係2025年嘅1月份啦。1月咁就要 set 啲目標俾自己啦。我今年嘅目標咧就係 set 咗一個好瘋狂嘅計劃。咁咧呢個計劃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喺半年嘅時間咧，將自己轉型做一個單打嘅羽毛球運動員啦，可以攞到全港公開賽嘅冠軍。好，點解我話要轉型呢？咁要帶大家嚟認識一下我先。其實我由小學開始就已經打羽毛球噶啦，不過好早就已經轉咗打雙打。我都叫做有少少成績嘅。小六嘅時候攞精英賽第2，中六嘅時候攞精英第1。不過喺單打方面咧就冇打咁多啦。咁其實雙打同單打有啲咩唔同呢？我哋聽下啲專業人士講解一下先。大家好，我係前香港羽毛球奧運代表黃永琪。而家好出名嗰個法國嗰兩兄弟，就係單打同雙打都打到。咁就礙於我覺得係個打法上同以前係有好大嘅分別咯。因為以前其實好多樣化嘅打法，單打可能你有拉吊啦、純拉吊啦，有防守反擊啦，即係進攻唔得嘅，但係佢耐力好好嘅。有即係佢體力唔係咁好嘅，咁佢打全進攻嘅，亦都會有。咁相對地，而家嗰個球速快啲，就普遍男單上邊嗰個打法比較快啊，即係嗰個打法上邊亦都融入咗好多抽檔啊，一啲雙打嘅技術喺入邊。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最大分別嘅話，雙打嘅會比較難係個移動範圍咯，因為始終單打一直練開好多個轉身跨步啊，都係用一啲好伸展嘅動作。雙打會比較多手上嘅技術會多啲。由一個雙打轉一個單打嘅運動員咧，個難度係十分之大嘅，因為雙打嘅運動員咧，佢哋所有嘅 skill 咧都係唔同啦，佢哋嘅 mindset 全部都係唔同啦。咁但係點解我會想做呢個挑戰呢？就係大學畢業之前熱血一波。呢一個挑戰可以話好大，亦都可以話係 achievable。因為我有本身有 basic 嘅羽毛球嘅 skills 啦，而家我需要嘅呢，就係一啲 mindset 或者係球路上面、戰術上面點樣嘅打法啦。好，我哋今日訪問馮嘅，咁咧我就請教一下。例如我係雙打球員，轉一個單打，其實難度係幾高咧？嗱，單打轉雙打就好容易，即係相對地係，但係雙打球員轉單打嘅難度係難度唔算太高，但係一定要練好佢下肢，甚至一樣嘢就係，因為單打講緊覆蓋嘅面，而雙打覆蓋面只係部分，咁所以你如果要做嘅話咧，我覺得最好嘅轉型方式就係將個波出嚟，甩好似壓底線，咁你相對就會容易打啲，因為好類似雙打形式。我要挑戰錯彈，你覺得有冇可能？我好正面㗎，我覺得一定有。邊個啊？我見信咯，nothing is impossible。信到有咩啊？有咩 comment 啊？我要挑戰錯彈。有機會，睇下 team。你得嘅，我相信你一定得嘅。你肯做嘅一定得嘅。打拖單，係啊，加油喎！毅力嘅挑戰喎，呢個係。首先要報到名，要抽得中。記得交錢。係啦，要交錢。不過講嚟講去，其實我參加呢個比賽係咩比賽呢？全港羽毛球錦標賽，
其實咧就係香港其中一個最有認受性嘅比賽嘅。而喺當中咧都有分3個級別啦。簡單嚟講就係跟能力劃分嘅。通常高級組咧就會係港隊贏啦，中級就通常係前港隊或者港青啦，而初級組咧就大家都報得，不過贏嘅咧通常都係學界最強嘅球員嚟嘅。咁我今次參加呢個初級組咧，千祈唔好俾個名呃咗啊！只係計報名嘅人咧就已經有1000個人啦，要攞第一咧就要打贏晒咁多個人，真係唔容易㗎。喂，大家好，咁咧就係2月8號啦，咁就返咗香港1個月到啦，叫做 train up 咗少少啦，即係有返平時大概嘅手感啊，咁能力上面當然就未去到好足啦，咁但係咧今日咧就有個比賽，咁係中文大學嘅書院賽啦，咁呢個比賽有咩特別之處咧？就係咧，佢嘅賽制咧，同呢一個初級組都係好相似嘅，都係31分一局過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呢個比賽係可以幫我 reflect 到一下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啦，同埋可以針對性去將啲問題咧去提升咯。咁所以今日就會做一個少少嘅 trial， 睇下究竟我嘅能力去到邊度啊，跟住有啲咩可以再改進咁樣咯。我係奧林羽毛球會福建中學同埋油塘基顯小學嘅羽毛球隊總教練。咁其實你可以分為上半場、下半場嘅。咁上半場咧就係以了解對手嘅打法為主啦。咁喺贏輸保持喺3分鐘之內咧，就算你要追趕咧，都係一個安全範圍之內。咁下半場又或者喺關鍵分26分之後咧，其實你要結合你啲強項喺前4拍啊、前6拍裏邊咧，加入自己嘅特長咧嚟解決呢1分。OK， 喺關鍵當中係比較重要嘅。評價下我嘅單打技術啊！我打完同你講，打完評論，未打唔知，好耐冇見你打單打咯，但係。OK，咁啱啱咧我哋就打完啦。咁咧我嗰場咧就自己贏咗嘅。咁其實咧雖然係贏咗啦，但係都發現有好多問題出現咗，即係例如啲步伐出手嘅時間啊，特別係我覺得可能係後場嗰下點樣處理啲波咧，都係有啲難題喺度啦。咁所以就要繼續努力。咁大家都見到初期嘅我係點樣去打單打啦，其實啲步伐啊、出手時間都係棘棘地，係啦。不過咧呢幾個月咧，我會繼續努力㗎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就會講下我嘅訓練嘅過程啦，大家可以追住嚟睇啦。下集再見。其實你個動作好大，你嘅轉體比較慢。咁2次起動之後，佢嘅失誤率係會提升嘅。穩定性加咗少少，可能打少咗啲咯。波你自己跑網都跑失咗6、7分。